各位 DSE 嘅同學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唔係要死背書，而係要入戲。今日嘅主角係唐代大文豪柳宗元，我哋要睇睇佢點樣喺永州呢個地獄入面，由一個驚到震嘅死正種，變翻咗一個型到爆嘅大文豪。講到刺得西山煙遊記，好多同學未讀已經想投降，點解？因為佢哋通常會遇上三大困難。一、始字之謎，題目叫始得，但內容開頭講咗成大段，佢去咗好多地方，同學就會問究竟佢邊一度先至係開始？以前去過嘅地方算係啲咩嘢呢？二、情緒過山車，柳宗元一開頭就話自己衡醉率驚到入骨，下一秒又話去玩下又突然話心形形色與大自然合而為一，同學會覺得柳 Sir 你係咪有躁鬱症啊？轉得咁快嘅？三、風景描寫得太離地，咩尺寸千里、斬速累積，聽落好似好勁，但完全想像唔到係點樣嘅畫面。其實呢篇文絕對唔係遊記咁簡單，佢係一封寫俾失意男人嘅心靈救贖指南。未見西山前嘅假消遣真逃避，柳宗元當時嘅身份係陸人，即係戴罪之人。佢因為政治改革失敗而被貶到永州，呢一種恐懼係長期嘅，即係文中所講嘅衡醉率。佢點樣排解？佢每日同啲同伴絲絲而行，慢慢而遊，即係每日漫無目的咁蕩來蕩去。佢行勻晒永州嘅高山深谷回溪，仲要揾埋啲幽泉怪石。但大家留意佢當時係點樣玩？傾壺而醉，一坐低就飲到斷晒片，更傷枕以臥。飲醉咗就同啲朋友互相攬住嚟瞓覺，覺而起，起而歸，醒咗就返屋企，完全一啲留戀都冇。呢段描寫係非常之具體嘅，報復式消費或者係逃避式旅遊。佢自以為凡事周知山水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。其實佢只係想麻醉自己，內心嗰種醉律根本冇散過。呢度用咗反襯，用之前嘅平淡機械式嘅遊覽嚟對照遊覽西山之後所帶嚟嘅震撼。西山嘅暴力美學與發現。到咗元和4年9月28日，柳祥坐喺法華西亭望出去，此子已知第一次發現西山嘅奇特。佢今次唔係隨便行，而係夾硬嚟，叫僕人過湘江，斬開晒啲雜草，燒開啲茅草，窮山之高而止。呢度用咗一連串嘅動詞，節奏非常之急促，反映佢呢一種急切想見西山嘅心情。上到山頂，佢見到乜？尺寸千里，千里之廣景物，好似蓄細咗咁墜喺佢眼前。若跌若越，平時覺得好高嘅山，而家睇落好似蟻竇同蟻窿咁細。不與樊柳為類，西山係特立嘅，唔會同啲普通嘅小土丘混為一談。呢度好重要，柳宗元借西山嚟比喻自己，佢想話俾人聽：我雖然被貶官，但我都好似西山咁高潔不群，唔會同啲庸俗嘅小人好似土丘咁同流合污。真正嘅始與心靈解脫，最尾一段係全篇嘅靈魂。柳宗元喺西山飲酒，今次飲到連太陽落山都唔知，天都黑晒都唔捨得走。佢今次感受到心形形色與萬化冥合，心形精神終於聚集安定咗，唔再係之前咁散漫；形色身體好似解除咗束縛，唔再被陸人呢個身份困住；與萬化冥合，覺得自己同大自然融合咗，達到物我兩忘嘅境界。最後佢總結，然後知吾享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此。依句回應翻題目，佢話：我而家先知道以前嗰種玩根本唔算係玩，今次西山之旅先至係真正遊覽嘅開始。總結，西山救咗柳宗元，因為佢喺西山嘅宏偉景色裏面揾翻自己嘅尊嚴同埋平靜。同學記住，呢篇文章唔係教你識唔識得去分石頭，而係考你明唔明白一個失意者點樣喺大自然裏面揾到心靈嘅出口。好，今日我哋講到呢一度，大家去記住呢幾個詞嘅分別。如果你有啲咩問題想問，或者有啲咩片想要外拍，咁記得留言同埋分享、訂閱同埋讚好。